經常捱夜疲勞由朝積到晚，第二朝冇晒精神，發覺身體機能衰退，開始影響記憶力，身體免疫力較弱，做乜都提唔起勁，氣虛容易氣喘。想一次過解決呢啲問題，就要試下呢款高效滋補產品 Active Ginseng Prime 御心源啦。我哋呢款產品選用咗兩種唔同嘅珍貴人參，一種係獲得多項國際發明獎項嘅高活性長白山新鮮人參萃取，用現代萃取技術保留佢嘅活性，含有抗氧化活性物質、生物鹼，能補氣提神，同時增加記憶力，刺激中樞神經系統，調節並提升自身免疫力及心肺功能。第二種紅參係採用4至6年嘅人參根，經過精製再乾燥萃取而成，佢含有豐富嘅人參皂苷、抗氧化物質及微量元素，可以幫你調節血壓、降低膽固醇、舒緩壓力、提升活力。人參自古以來被稱為百草之王，能補五臟、增強體力、安神醒腦嘅同時，亦能幫你對抗壓力與疲勞。再加埋有仙草之稱嘅靈芝，同埋亞馬遜雨林地區嘅瓜拿納，唔單止可以令你瞓得好啲，冇咁易焦慮，修復肝臟細胞，保護你嘅肝臟健康，提神補腦，提升專注力，仲有強大嘅抗氧化功能，幫你 keep 住年輕狀態。我哋仲加入咗能夠促進脂肪代謝、增強大腦功能嘅卵磷脂，配合獨家專利營養素微支粒技術，可以令所有珍貴營養俾身體吸收得更快、更有效。無論男士定係女士， Active Ginseng Prime 御心源都可以為你帶來身心平衡，幫你由內到外迅速補足元氣，令你時刻保持最佳狀態。